即摆咱去看山咱认真哦，你坐袂无路用。但是咱有一个讲师伊讲的这一放就好，其实这个题目也很好，但是互我因用听，有一个讲师安尼甲咱分享话，就是讲伊无照一般的讲师，伊即个PPT 的即个结构规则，安尼让你听较无，但是是足精彩。做精彩，可是你安尼可能是会人伫咧一般咱传统的讲师，还是讲即阵少年的讲师，就是共款，弄做 PPT， 或者是讲有做投影片，有一个结构，就是讲你爱有即个名，你讲伊看少老了，这些真教育，你要如何善用咱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无限的生命光辉，即个一年内底前面来到咱的大纲。细目要一个结论，安尼绝对会做精彩。安尼我听到一个逻辑性啊，逻辑性安尼敢是讲，你讲了我有一个逻辑，讲你听讲伊讲错了，它是一个警告语。那我们如何善用？而且伊我是感觉讲，安尼可能会较清楚。咱会听了，你讲听就听了，讲今天这个讲师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以你学的尊师重道来讲。尊师的重要，它的意义是什么？来你如何尊师？我可能就是照这结果来找，重道的重要，重道的意义，要如何重道？整个结论就是说你如何把握当下尊师重道，生活做主。这样整个结构来听，有讲一天这个讲师的工商面，这是学校会教授啦。那么当然，咱讲六祖坛经。为什么叫耳朵头前？这可能就是咱前人经讲因讲了，咱从今天经理，伊感觉讲无顶点班袂使，所以咱要互咱继续学顶点，就是怎样去学做旁边。伊若伊互我记忆呢，应该是学第三厝来第四厝，伊个第四厝。我感觉一厝是咱听人家因讲的，还是咱前人讲一届，来还有咱学一届，一届应该是第四厝的。学习六祖坛经，所以你看，咱有一个讲师，你嘛对六祖坛经对应用你甲标准小品，你嘛了若指掌。但是咱今日已经学过几啊摆，就是过了大学呀，是。因为是像学刚开始读的时候，人有钱人讲六祖坛经嘛，拢倒背如流啊，像咱听人家因学法一直第一次的羡慕的讲。同去想阮同学为什么六祖坛经要讲起来？这就是头学的拢学过啦，就是背新的。其实咱即摆就是背较新的讲师群的学。我感觉讲经典最重要。就像有一个讲，伊会当甲六祖坛经了若指掌，是有读过。你讲道理的时阵，你会当甲顶对用伫咱的讲课内容内底，这是最有力的一个印证哦。无读过哦，无读过，为什么你拢知？为什么你拢知？你迄个6年对15年，你有啥物知？迄个伫迄个厨房，迄个大堆化肠大堆背锅粉8个月以你拢知？这就是咱有看过，无像听过，是不是？所以呢，而且也是讲经典的那个，咱有时候讲经典就是迄个第2，那个。理论慈悲，当然是咱理化理论负责嘛，所以呢，你爱甲负责人邀请，我17顿啊，你莫叫我19个来学修，你毋通安尼来邀请人吼，你还是提早来邀请放入课毕业，搁有即个咱讲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当然你是知，那么这有一个规定，刚才你讲的。比喻解释或许觉得很好，当然啦，这个往来的生活，这个往来的生活理解里内底，但是它一定有一个过程。比如说，咱今日若无学经典，你拄着烦恼的时阵，无学真理，你拄着烦恼的时阵，你地位要变啥啦？毋知影要怎面对接受去解决放下，面对接受解决放下，这个地位啦。你会面对着烦恼，有绝对面对着烦恼。毋是讲你做有智慧的人，因为咱过去的了毋知影，你学即
你地位可能袂歹，你就富足，但是你会遇到烦恼的，会啊，他一定是在人生的过程，既然在苦海里面修，绝对都会遇到烦恼。但是人不菩萨甲咱讲，逐工拢互咱选择有烦恼甲快乐。你一要选快乐，过一日来选烦恼，过一日拢是过一日。啊，就是讲你用你的地位去抉择，是毋是？你若硬选，不管拄着偌困难，你用以足快乐的心情去来面对。哦，就亲像我讲要去青源山，透早5点外面就要收迄个80块，一个人的门票80块，就是咱有一个讲台北的门票，拢有够贵的，80块。我讲吼，啊透早入去啊，爬什么加起毋免值钱，啊若无等下我讲有够有值的，80块可以爬到规身躯疼了了，啊是咱袂当坐，那个行来坐飞机，我好势还好，就是咱李真吼，我讲较好坐。啊，阮去到遐的时阵，阮甲迄个司机讲，拢坐我了阿婷啊，我李真，阮甲伊相是坐车去，啊阿婷。伫半路等迄个没有，所以我也是爬山去。啊，我就甲即个司机问讲，啊，司机先生，请问啊，你即阵5点啊，搁伫遮倒出来走车哦？你真正有够拍拼的？伊讲我拢知。小姐，你敢是漳州人？我讲毋是，我台湾来。伊讲你台湾来，你讲话就是漳州人呢？我讲嘿，对，阮漳州甲厦门甲台湾口音就是。伊一听当作我漳州人。毋是我台湾来，我会讲，啊，迄落你有遮早你去爬山，你小问着吼？讲嘿啊，啊，我着听阮迄医生坐啊，标坐到坐。我听阮迄个姑娘仔讲吼，即阵啊免问着啊，咱先80块啊，80块70块。伊讲吼，安尼平啊一条，吼，我就甲问讲，啊，你遮拍拳5点，我就出来开车。讲无，我是准备下班啊，我再做一回，最后一回两客，我是走几暝。哦，你走几暝车？伊讲嘿，伊是夜班的，下晡6点到明仔载6点。安尼是这样拍。啊，请问啊，你是以啥物心情出来走车？伊讲吼，讲逐工吼，拢够有趣，走这卖车有够艰苦。哦，伊敢若姓肖还是对一个姓我记，我讲啊安尼，师傅，咱去啊，我叫师傅吼。司机拢叫师傅，师傅，我即摆甲你教，你今日载着我，你有无报应？我甲你教伊，逐工你若要出来走车，你用你的快乐的心情，迄个选择快乐的心情出来开车。你即阵叫我去青源山呢，我按付互你60块呢，伊去到迄个50块，啊，搁来加爬山，我搁加10块，加10块的油钱，加10块。我讲吼，啊，你走即撮60块，啊，我会当带你来青源山佚佗。讲无，小姐你安尼讲倒去呐？哦，啊，迄个你安讲，我即马逐工吼，以快乐的心情出来开车，哦，啊，所以呢，我们就接这个也加个跟异乡加个微信，因为我们出去没有微信，哦，啊，那个加个微信就有机会，哦，就有机会。其实这种就是讲吼，咱们互人的时阵，啊，伊带着人讲，带着人吼，伊较袂紧张。啊，我的手机也无插出去，所以我的手机也找有网络。我选择要带电话去而已。哦，早咱就大家要用的电话，出去阮若胖去吼，有打电话求救就好啦。啊，所以呢，而且互我咧体会讲，烦恼即菩提即烦恼，其实它是一，真的不是二。但是你要有法度人真正会当体会到伊是一，伊是二，一定是有一个意境，也有一个过程。哦，像咱读经典学遮久，咱得力遮久。咱拄着的时，咱袂拄着，绝对会拄着。我敢是讲，今日修烦恼，咱来拄着一个烦恼；修烦恼来拄着一个困难。但是你拄着困难的时，你要如何去来突破，而且能够很圆满的处理？哦，很圆满的处理，真的，这个就是需要智慧、智慧。啊，你讲拄，这敢是烦恼是困难就是咱的烦恼，因为会伤着脑，伤着心。啊，你要如何以智慧圆满去甲处理？所以其实烦恼即菩提，真甲梦都在其中。哦，因为你有法度伫梦中体着真，在无常当中找着咱的真相，这才是智慧。啊，所以伫遮呢，学校，敢是讲咱有一个讲师呢，讲真正呢，伊真正嘛讲了，甲咱分析到非常好。
因也互我听伊头讲到尾，我感觉做精彩。就是我讲是讲，即马你搁开始出来迄个报道咱的兄弟姊妹，因开始爱照咱得奖的时候讨厌你感情，安尼都无办法，真正就100分啊！你也袂晓你去找小可进里遐会当做投影片的，情况搁愈如意，还是后壁迄种老师，像无法找有意，我甲拍，伊来找有意，拜托伊甲咱做，这个就是。那你意见跟讲这意见来讲，好客气，真的不懂好麻烦，所以我都要在这上面讲评啊。可能你啊，迄个等你会当去问咱领领啊领领应该是已经咧，伊有是真深的这个研究所以咧，而且我感是讲，较实，要修到一定是脚踏实地咱拄则有讲，你这天推。对，那是第一步开始，先有事情始于足下，那是肯定。但是咱爱以啥物话，要来肯定你后摆咱有这条天非常大，唯有真心、真修实练，嘛是来以肯定咱的天分。因为得经历经天命经，一定要有一个真心，肯定得经历经天命经，得到咱了解生死轮回了后，这个肯定就是这个天分。你若无肯定，做袂出去像咱即摆较接伫国外大陆，咱拢安尼想，必争头一摆出门一定会想厝嘛，对毋对？尼才因翁因囝来家抱因翁出门看到伊就伫遐，我出来，我翁家己厝有生，拢用要鸡仔底就对啦爸仔囝拄仔食无，就搁发苦气，就搁爱用视讯，因为伊有阮食，我无阮食，我毋知，即个样。你看阮翁家煮饭煮到济用鸡仔底，我讲袂要紧，只两个鸡仔囝食了来欢喜，安尼但是会想厝咧，鸡伊该处理我就伊就讲你即马毋知问题啥，你爱安尼做。我讲为着保护兄弟姊妹。假亲，对不对？你无注意，就无人食，无人食就袂亲。所以这概念足辛苦嘛，要出门去福州，伊就爱煮油饭，煮一个汤，安尼换出去福州。其实出去伫国外，伫大陆咧办的嘛是咱台湾，一定是假亲。咱师父咱前人慈悲甲我讲唯有慈悲跟爱心，若无你就有要办的，嘛是真困难啦。所以伫咱闽南的咱这讲师甲咱主编的这个题目，互咱的一个期盼，就是讲会当做 PPT。你叫有一个来整理。对，你给他写，你出来，你资料做好你甲写。当然伫咱视讯体视讯体这当然咱还是搁爱到新闻嘛。资讯点到阿个咱个人所以你这苦情面到内底行出去，你印象加深。你走出去看了以后，真的是印象加深。这是嘛是互客的这体会啦。那么当然咱6月22号要互客新手，咱新手点的，我讲是讲，咱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咱才袂一天过一天你若无，咱有一个目标，咱负责任责任。咱的期盼，当然，你导然不是进行循环的，但是它包含渡人成全道亲，它绝对包含这个，因为你家己知影好了，你袂当惊有心，其实你可能用钱，你老人保护文化，咱导然，咱对待咱的人性，咱伫大陆，咱的世界道亲小异乡，知道吗？渡人为什么要渡人？当然，对伊一个初学者来讲，伊一个目标，伊一个目标上，爱是做保险的嘛，咱做保险，保险有足侪的这朋友，伊伫来规定了，来学习了，伊敢是讲伊的心情，改变嘛足侪，因为听到伊的改变，伊本来是因翁家教会，伊婆婆，伊也免煮饭，他说他非常的热心，但是听到咱的经历了后，伊改变足侪。伊先生嘛肯定，但是伊还无法度了解这种种信用，这
是咱歹只啊无办的，讲道理互伊听吼，因为无音乐观念的，讲啥物叫音乐？我即世人有钱，事业做遮大，是我福报。当然伊无了解，但是咱慢慢互伊了解，为什么爱道德甲信仰？为什么有因果的关系？互了解了后，才有法度真正深入咱的道行。这是一个互学的即个感想啦。当然，佛道的世界做不到咱伫网络有看着嘛吼。这咱对咱提出来呢，大家分享，个共同去面的，共同去面的。其实佛道咱所有咱智慧无毋对啦，在性命无较济，在法律无较减。本自负就本自清净，本不动摇，本履修办法，即因缘内底，咱要如何去善用？这是咱家学道理，要如何转识修持？昨下咱不觉得伫小学遐来甲咱讲的即个因缘，讲的是转的功夫呢。这个转的功夫绝对要有经过历练啊！无经过历练，要讲转就简单哩，讲的较紧啦，实际要做了较难啦。咱嘛喜欢咱有这讲师吼，真正大的做一个再次的发挥啦，已经是优秀的吼，能力嘛足好的。即马迄个应该经济人当平衡吼，就爱较紧伫信仰内底加油啦，因为咱了解咱黄金经理常讲，有做才有，对不对？毋是强讲的就有啦，也是爱付出才有。不管咱海的对角色，拢是要有付出，才能给出。真的是这样，这是或许的一个感受了哈。那么最后祝我们爱想的讲师班真的能够蓬勃发展，当时最重要的。咱目前伊经理一直淡薄甲我讲，少年就要怎溜出来，少年就要溜出来呢。咱嘛将心比心，或许将心比心。当我们30几岁、20几岁的时候，咱也是会变事业啊。讲要去来学讲师，当然袂当来学，但是叫咱互机会。但是伊无较佫有机会，若供养好咧，稍微有经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抉择的点去抉择的点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让成长较紧伫道路中心咱咧爱学讲师的，让进入我们讲师群里面，大家去了解大家一起去了解，这是我们负责人对我们的一个期盼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好不好？好，那最后祝各位先生安好时间会当较好的配合泉州因为咱要需要人才，好，谢谢，谢谢各位。闻道中，一体一般相应三公闻道一公，在公，三公，这点是十分一公，闻道一公，在公，三公，这点是十分一公，一体之教，前道一体公。在提供，三提供，实价前人提供，实价后前人提供，送价点师提供，分道一提供，在提供，三提供，实价前人提供，实价后前人提供。